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爱无限嘅中间，一路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讲嘅客家商业用语绘画哇，第13课行销嗰方面嘅假借，课文意思意义对照录音，同时同大家共同来读客家白话语文本课文。本录音是提供本一个对客家语文有研究或者係寫作客家白話語同文嘅參考嚇。大家都會知道，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業等等，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語，同時在猜歌曲詞方面嘅用法吧，也有所不同啊。所以希望研究客家語、客家文，我有發圖、尋圖、正確圖等等三圖夾畫方類啊，仲有發圖研究好些一個通順流利安尼。同時希望客家語音嘅組合結構方面啊，在教學嘅先生也是要嚟知得了解，充分的了解嚟咬字用語。語音分明安尼吼，同時經常中鄉親大家，一個錄音呢，希望多多來聽，多多參考。主計方面呢，也多看呢18，多看呢嚇，本文也多讀。安尼之下，客家語、客家文自然就會通順流利，同時能夠承接。我哋客家傳統嘅優美嘅語音同文史等等方面，安尼嚇。今日嘅標題喺度啲啊，就會講下嘅做生意客家商業用語繪畫嘅行銷方面嘅假使嘅問題樣係產生出嚟嘅。喺圖對裡，大家知道一個大廈嘅是供給量，出嘅是價格。一個家需要曲線，也係供給嘅曲線啊。那係交叉點啊，就是講大家共同個結天嘅家事均衡點，也就係家事嘅結天樣嘅。但是有時間讀到外手同內手啊，一點就有18位冇相同嘅素材而抵得啦，嚇。同時今日所謂歌表嘅歌呢，有3條，嚇，呢3條喺度裡，大家可以睇得講啊。3種歌曲可以睇得客家四音腔嘅語同歌曲啊，嚟做同好多嘅華語音調有嚟做個比較。客家歌可以講個大音，還有只有2起。同時第3章同第4章嘅3條啊有所不同，前像講啊好，可以講好，客家話講好多話呢就講好個重音，華語嚟講呢，繼續講啊好，講啊個鬼好嘅好，就好高音。所以一點呢，大家記得講啊，客家音、四音音因為比好多客華語一個大音咯。同時在調查嘅中間，記得歌數強調啊，有比一般嘅四音強調個大詞有個細聲。一點呢，其實歌數強，歌數創作性比較同強啊，一個就係歌數強，有個特殊嘅素材。好，我哋接下來讀本文。客家商業用語繪畫第13課行銷假借。假借同假使區別呢，字面嚟講就講假使，共享結天嘅呢就個假借嚇。課文意思意義錄音對照本大家嚟做參考。後來本文就阿德講阿德即雙詞嘅雙詞嘅阿德講阿財，見本人有限嘛。愛摘茶好些嘢哦，請過來坐了，阿才就講好，愛馬上到，
得又讲啊，爱在啊，爱在哟，迄夹哩，爱在哟，迄夹哩嘅单词大家注意一下吼，爱在哟，迄夹哩，再讲啊，泡双灯茶，定爱，爱夹酿做得啦。夹酿做得啦，阿爸就阿得咧食喂，吼，酿无出去咯，阿爸酿无出去咯，这讲汉好讲，还好讲，双人爱同爱讲，唔同爱讲，双边行手中，个行手中，双边呢三层太冲掉。俺意思也想当有道理，总是在水木嘅世界啦，无条无的沙白梦对在香港出来本牙只嘅阿爸谈到，嘛嘅爱唱在讲嘅度学术脱离呀，再讲啊，有样啊冇样啊。有样啊，冇样啊，加爱先靠门，嘛个按照双边行手中，双边嘅三层天意咯，就讲啊，就系一核心产品，产品呢利益也系功能，天意珍贵产品是有限嘅，包括。品牌、特色、包装、品质、款式。第三呢，衍生产品係無限嘅。就賣後服務，包括是賣後服務、安裝送貨、信用保證、優待條件，還包括身裝儀容係冇。再講錯係。兩三層，配也係屬理，得講啊，講阿爸，強開檢查，阿爸就講，阿得先生搶食茶，再講啊，好茶。連講三句表示講親好嘅茶，得講根本嘅愛繼續講乜嘅係行售嘅4個 P 咯，係冇MP 嘅 P 4個 P 咯，得講係啦，根本嘅我只會要愛捧場啱喎。根本嘅我只話要愛捧場啊喎，再講做權呢露台做得，快有再講什麼才老師，再就開始講行銷4個 P 就係指產品 product、價值 price、促銷 promotion、通路 place。等嘅事項，因為嘅事項呢，英文是開頭都係用 P 嘅英文字母，嘅事項都係愛講究競爭、成本、合理、順暢、公平等等。不論大細企業也係小生意，都係相當注意嘅到因素、經營。掌握各有利、各賺錢，再講下生意講經營按插播，生意講經營按插播，請講個簡單的話，一類嚟講，再講第一類 P。就是指產品 product， 商業講過嘅，根本嘅節省冇講，對天然嘅 P
price 开始降下，得讲 market on the 价格咯，价格同价格有相同啊，无相同啊？价格同价值有相同啊，无相同啊？即讲当然无相同。价值是个人主观的表现，依照个人的喜爱来表现，可能每个人的价值感高大无相同，所爱的程度也不一样。或者讲，做得基于的利益来谈望，讲一个利益来谈望，就讲做得。从什么人该爱讲，在贵伊都想爱买化妆品，俩就是什么人认为该有价值化妆品，谁来人都好相反，认为无价值，这个买嘅唔爱。人的概念价值感无相同，掌握按度后事情，才有讲。再讲价格 ，price 係市場大眾中生產供給者嘅供給量，同消費者嘅需要者嘅需求量來做均衡決定，就是價格同價值兩個嚟決定嘅，就係由消費者嘅需求量來同一個供給量來做決定嘅。得講兩版決定咯，價格兩版決定咯，得就也都係生產供給者嘅供給量多過於消費者嘅需要量時，就會落價。生產多於消費者就會落價。變相求人買，那係生產供給者嘅供給量少過於消費者嘅需要量時，就會起價。上漲求人買嘅人就會調價時，同股票市場嘅買賣一樣。得講買嘅要按照需求咯，同需要又有相同嘛？都會講需求同需要有相同嘛？再講需求係指對購買力有想買嘅人，有錢有想買嘅人。需要呢，包括是指冇購買力能力又想愛買嘅人，兩個冇相同。市場上係指需求 demand 講需求。話講乜嘅唔愛做生意嘅人，專門向有錢人來睇上市場來喊，佢一辦生意。再講嘅愛時講，所以講做生意想愛賺錢，是投入想愛成功，係千真萬確嘅。所以將來做買賣也係工作，都愛先考慮得所講嘅生產量同需求量嘅市場調查。對於生產量同需求量嘅市場我來調查，那唔會觸到士多購爆嘅政策，得講才講嘅相當有道理。
祖先哩也系种族，也系本公务员，唔好同人比，唔好同人白称听人来做，白称听人来做。那系安尼，就会促到许多旧包的征条，所以产品的品质，同产品的价值系决定事业成功失败的重点。阿才讲，头晚阿德讲价值系由市场机能来决定，甲买嘅东西出发按样板来做决定咯，头话按样来决定咯。阿德就讲简单啊，就是客家俗语所讲啊，选本卖货啦。阿爸讲，嘛个系选本卖货咯。阿德就讲啊，就是看对货，包括插费，总共的本钱有一道，再加上利润，俩就是卖嘅价值。阿爸讲，简单咯。阿才讲，简单是简单，那系利润大话太高时，可能爱卖嘢出去嘛。那系利润大话太高时啊，可能爱卖嘢出去嘛。阿爸讲，嘿哟，咁么会一家买哟，阿才讲，阿德老师，一般人买鱼嘅市场独家，都系以公斤嘅价值夺来推荐买，安尼咁会有赚钱？一公斤呢钱价值100元，又买推荐100元，安尼咁会有赚钱？啊，这个那系冇其他嘅因素，一定会赚钱。那系一公斤100元夺来，一台斤要卖100元，就做得一台斤赚48元，因为一台斤等于2.6公斤，所以实际本钱只有100元，算2.6等于68元呢。这咁系正常嘅手杀，也系有钱过赚啊！阿爸讲，好味哦，煮饭呢时间到位，我爱先下口味哦，阿才讲，系哦，讲嘅，要按煮嘅呀，纯呢。促销通路，各人在抢先生来讲，来抢购。阿德讲啊，阿德就讲啊，两公婆按很好，我按10万讲本电堂，希望能两公婆太赚钱，阿才阿德就像你阿才阿华就像先生阿德的话。神蒙阿德老师感枪，各位乡亲，以上本文19分05秒，接巴下来。本文客语实验的主角体验，今本日就今天杂茶，就是煮茶，第二后色就是土当。土当硬油一个热蚵，一个是热辣第三，材料就做一做，爱在哟，客家探词客家嘅探词，爱在哟，探词存在嘅意思，第四讲就快的意思
娘做的怎么可以？第五呢，娘馍怎么没有？睡馍就是睡觉。第六，馍条馍底也后来发生过那个馍一种、无一种。第九，那个沙就切沙用的咯哦。第七，白馍就是做梦，家外南浦讲的啊，就太太北浦讲姑娘。我就是我的我，你的呢娘，他的呢家啊啊，那个第八家就是那么的意思。核心就是主要的部分，核心生长就是产作。第六，错对，斟茶就倒茶啊。国语倒茶同客家话倒茶不一样哈，俺茶多茶哦，茶多嘿。关于这个斟茶，先生就是指老师。第18，做君就是做神，落台就是弟弟，做的就可以。11，台些就大大小小，也都就做些，ten就是跟着12德位一点点，18一德位地啊，双眼就是以前，爱讲爱漂亮，娘板就怎么样，均衡就四面八方皆相同，叫做均衡。平衡呢，平凡，就是左右两边啊，一个教育经济求均衡。按一个虚假是求平凡啊，平两边左右两边相同，边上的偏低价，是调价是抬价格，按多就叫做什么？按多后面加形容词，很漂亮哈。马给唔会，这才会这样子。马给唔会啊，给就是那里，17讲。不用讲，生理这个关于这个生意啊，18中作就中农作物，安呢就是这样的意思。19士多九宝就是很低贱的意思哈，夺货就是批发货啊。20大瓦海就是除掉。48元啊，40块钱，个这10这个别人8是48元，20元收杀就消耗掉，收杀按住快到中午，22讲就讲的，关于讲的，一个10万努力20傲视。就是争议有所争议，陪衬的意思啊。以上呢就解释的素材。接下来看，请大家看市场商品均衡价值的那个价格的截天图啊哈。有数品的供给线，生产量呢，做数品的一条斜线呢是需要曲线，需要的啊。量接不到呢，就买的人就供给的，卖的人呢就是需要的。交叉点嘛，就是价格的截天的一点安哈，请大家详细来看安呢。第二个叫我讲啊，也对五马通过的，让按大上跳出来这个，也这个笑话哈，也是叫士多九宝的意思啦。形容东西多的时间那个变成那个钱的货唔得钱，像小金菠萝出下贵货卖，国家是个他家上涨去小，到时间变了士多九宝冇人爱哟，也就个话，做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注意到讲供给与需要的问题哈。第3呢，芽菜价位，芽花像芽的欣赏，
是高等好嘅好茶，并且也在讲啊，杭州嘅四个批有那按度安啦哈，这四个批呢，也提示杭州四个批啊，是指产品、家私、促销、通路啊，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多想多谈多一面安啦哈。再看到第五。那个商品行销啊，三个层次定义最重要嘅呢，地动嘅哈，同行嘅核心利益同主要功能，也就是核心商品。一个衍生商品呢，是指内部一层嘅啊，一个保证啦、仪容啦、服务态度啦，都系哈。第十另外正规产品就是中间嘅啊，一个希望各位乡亲做每个事情嘅品质，不管是有形嘅服务那个产品，也系无形嘅服务啊，都系讲嘅三层咯，哈，也非常嘅重要。好，第六呢，就是批发市场由出产地直接集中来拍卖嘅啊，来拍卖标卖。第七呢，行销嘅路文最后直接卖俾消费者啊，一个但系有些买者以1公斤100元當，售卖嘅時間呢，1台斤100元啊，1台斤呢可以賺40蚊元，喂，1公斤可以賺40蚊元安尼。按大下呢，青浪檳榔店一个2粒100啊。都在卖个2粒100，各位乡亲大家看啦，也就会造成你衍生产品嘅效用啊。另外呢，非常嘅感謝申夢歸入台南大學博士生啊李文歡鄉親，熱心客家實驗白話語文推廣同研究，並將阿廖白本人研究嘅所寫著作嘅篇章啊，錄音整理。搭上 YouTube 啊 ，YouTube 本乡亲大家来听来做研究参考，希望大家感想哈。另外呢，一个图非常的重要，一个就系讲啊，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嘅练音，那系唔提倡啊，传统嘅语音同文字一定会适合安尼哈。所以也都真正讲啊，简单一长长嘅4个部分个。其中作为哦，一个室内、开业、行咩、看呢、谈呢、合白，也都有为了人们呢个背个音啊，但吟诗的时间呢，读 A 音啊，一个的呢是副词，副词前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一个两个太下嘅啊，单位名词，前面是接数词，我都指示代名词。按介绍为介呢，也是介系词，侧前接名词和代名词。以上呢，希望各位乡亲，不管是客家客语也好，河洛话也好，都是相同，有连音式的色彩，那唱歌的能够漂亮，能够好听安哈。以上就同多一只个，向大家详细看本文哈。在台湾时报、天子报，也系屏东时报、天子报客家教材嘅网站地图里，都系有一个本文嘅一个刊载登出来，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申夢按自西有中醫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